自助出煙。寄行李咯。今日係望望鏡頭啊！唔該晒，除口罩嚇，望望鏡頭一關指示留言，唔該晒。個掃描器拎一拎起啊！好，撳一撳個掣，唔該晒。好，等陣收據嚇。咁啊搞掂啦！第一站北樓，北柳府嘅羅便臣。唉，去闊街食啲嘢。大間 Top。上次朝早啊嘛，今次夜晚啊嘛。嚇？上次好似係食拉，買兩張200蚊啦，散啲老細有咯。係啊，好似可以掃碼喎。有冇啲卡啊？有得掃喎。試下掃唔掃到先咯。嚟到外省都掃到啊！外省都用，買咗雞蛋係還神，龍拖鎖托嗰個牌，跟住擺低啲供品，然後去拜神。數碼捐款都得啊！而家喺廟度，咁咧就入嚟貼金。拆開個金箔貼上個佛像嗰度就得啦。數碼捐款成功，不過佢好怪嘅，一時掃到一時掃唔到嘅，要掃多幾次。咁拜完晒神之後咧，就翻嚟攞翻幾隻供品雞蛋去分俾人食嘅，啲平安蛋。攞得晒可以全部攞走晒嘅。不過我哋旅行就攞幾隻算啦。嚟咗吞布里揾食，前邊可以食海鮮，呢度有熟食。全部都可以掃到咯。環境都幾好，幾乾淨。
中間就賣蔬菜。一公斤幾多隻啊？龍蝦、瀨尿蝦唔好，燒蝦。呢度咯，380一公斤。呢啲咯，有450，有啲500，有咩唔同啊？我買1公斤燒蝦。哦，有榴蓮食。我一陣過嚟買榴蓮食。都好多檔。買入細盒嘅燒肉。豬頸肉叫做叉燒麵，試下啦。泰國種都有喎，試唔試啊？嚟咗吞布連，不過今次熟食為主，食咗一個燒游水嘅大頭蝦，480一公斤，都抵食嘅，10隻嘅差唔多。有燒肉、燒雞、燒蝦、燒豬頸肉，全部都燒。哇！食完嘢出嚟，烈日當空啊，又熱又曬啊，辣肉啊曬到。嚟屈班拍，而家去見師傅，拱波聳差。接到成面成手都係，跟住行過去龍坡三安嗰邊。佛牌同埋供奉型。好，佛牌錢多多。到咗啦，屈眼飯拍。揾師傅做星運先。
跟住就過嚟拜一拜หลวงพ่อสมหวัง。หลวงพ่อสมหวังก็ให้ท่านจุดธูปจุดเทียนได้แล้วเนาะขึ้นข้างบนครับไปถอดรองเท้าข้างบน已經試過有人呢度中彩票頭獎嘅，咁試下求啊龍坡上環保佑我，睇我咪中咗六合彩。屈屎實湯拜拉胡還神，先去買供品，先過嚟買供品。幾多？300。拜拉胡天神嘅方法呢，就首先嚟呢度捐20蚊俾廟，然後攞一紮香，裏面有8支嘅，同埋有2片金箔，有一支黑花，就上去求咗先，落返嚟呢個香爐度上香，咁黑花可以擺喺上邊。黑花就喺呢度。而家嚟咗屈米便叫佛統府嘅隨足廟，拜拜隨足老人。嚟咗佛統府嘅商場喎，睇下咩事？食嘢好似唔係啲茶。不過呢度都啲 sales 全部寄晒出嚟啦。白烏蠅 ，vivo 啊，小米，三星都唔執輸。樓下買車 MG 又係大陸車。開到凌晨嘅。嚇！我講哇！一個人都冇啊！呢啲嚟講係咯，嗰種餐廳可能佢呢間任食。再時咁樣揀，係啊，喺度行咁食下啊嘛。喺度幾大？幾出攞啊？係啊，有沙律攞。即係沙律你自己攞啊？嚇！沙律任食，同埋個湯。食清冬陰。咁間食下。